国内民生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这薪水拢袂起呢。即卖咧，食头路人为着要加寡收入，拢会去兼一寡工。根据即个人力银行的调查，民众兼差呢，除了是因为钱变薄、开销变大以外，这还贷款嘛是主要的原因之一。而且，逐个月若准是加做25点钟，就会当加10000外块的收入。对，然后这样看的话，其实它是从正详细教来遮要学乌克丽丽的囡仔安怎看乐谱安怎弹。贵小姐以普通市的头路是香氛的销售业务，一个月薪水国家奖金差不多4万块，不过逐个月爱摕15000等于厝的hộ士单。为了要增加收入，伊即马开始兼教乌克丽丽，也个教人行围棋，增加一寡收入。就是比生存再好一点点，其实就够，但是不太可能，对啊，3万多块怎么可能是生活的一个水平呢？另外，就是拄则甲就合贷款害了的老小姐，因为因老爸破病，生活负担变重，除了做行政工作，总嘛会兼差做商品的销售人员，增加收入，甲出来斗3工。时薪有比较高一点，所以时长不会增加到太多。有时候下班会过去，然后有时候是假日这样子。怎么什么拢起，薪水拢无起，真多人为了要增加收入，开始做第2项工作。人力银行调查发现，民众兼差主要原因，除了以增加收入上多有5成8，另外就是真久无调薪水啊，通膨开销变大，一个就合贷款。每个月平均兼差差不多25点钟，会当赚12000，平均的1点钟个薪水差不多是472块。排名第1的是餐厅的内外场，再来呢，因为现在暑假旺季，很多家长会送小孩去补习班或才艺班，因此也让这一类型的教职类的工作，他们的机会也变多。人力银行也发现，兼差做头路是以餐饮的内外场上多，过来就是做家教或者是在业老师，另外经营社群做外送员，或者是兼做网络拍卖或者是代购，拢真侪人伫咧做。调查也显示，民众负担较重的支出，除了是三顿，过来就是贷款、厝租、保险，一个囡仔的学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